大家好，歡迎收看 Media Express。今日我哋要傾嘅主題係宏觀變數重塑市場 AI 同地緣政治之下，港美熱門股嘅壓力測試。隨住全球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級，能源價格同通脹預期再次成為市場焦點。油價高企，加上長端美債收益率上升，對高估值嘅科技股構成顯著壓力。不過喺呢種不確定性之中，部分港股同美股資產反而展現出結構性韌性，資金流向正喺度發生微妙嘅變化。我哋基於最新嘅市場實時數據，先睇港股同相關市場。喺地緣政治資金流動之下，邊隻具備防禦屬性同成長潛力？第一隻阿里巴巴 W09988HK 屬於優先研究。觀察區間係108.00到115.00港元，最新價報111.100港元，微升0.82%。佢嘅電商業務展現到韌性，雲計算業務亦持續增長。市場目前高度關注佢喺現時消費環境下嘅盈利能力同埋回購進展。第二隻泡泡瑪特09992HK 同樣列做優先研究。觀察區間係145.00到160.00港元，最新價去到153.300港元，升咗1.73%。段永平再度加倉增持，顯示出市場對佢海外擴張潛力同品牌價值嘅認同。新產品線同埋 IP 合作有望持續推動增長。第三隻賽力斯09927HK 目前內部評級上調到提高警戒。觀察區間喺38.00到45.00港元，今日股價出現明顯嘅調整，大跌11.97%到42.080港元。中期業績由盈轉虧，反映出市場對佢華為合作車型盈利能力嘅重新評估。短期之內股價波動明顯加大，投資者要提防回吐風險。緊接住轉睇美股市場，同樣進行熱門股壓力測試。第四隻 SpaceX、SPCX 目前列入中性觀察，觀察區間係135.00到150.00美元，現時股價喺145.300美元附近橫行整理，跌咗大約4.51%。雖然佢喺航天領域行得好前，但有資深投資者質疑佢嘅估值過高，加埋內部股權解禁可能會引發拋售壓力，短期之內股價面臨下行風險。第五隻英偉達 NVDA 目前列為優先研究，觀察區間喺205.00到220.00美元，最新價企穩喺210.960美元，升咗4.03%。黃仁勳親自去路演，強調季度收入增速加快。Rubin Ultra 嘅研發進展亦好順利，反映 AI 基建需求依然好強勁。雖然佢喺 AI 領域嘅龍頭地位好穩陣，但高估值仍然需要基本面持續撐住。第六隻 SK 海力士 SKHY 同樣列為優先研究。觀察區間係160.00到175.00美元，今日股價錄得168.010美元，逆市大升12.76%。雖然之前有機構下調預期，但市場對佢 HBM 嘅領先地位依然好有信心，股價亦好似預期咁出現強烈嘅報復性反彈。HBM 需求持續增長，有望進一步帶動佢嘅業績復甦。總括嚟講，地緣政治引發嘅宏觀變數正喺度重塑市場。近期報告所提到嘅觀察區間只係供量化技術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個人化嘅投資建議。市場有風險，實際交易之前請先諮詢持牌財務顧問。多謝大家收看，我哋下期再見。